係再了解翻自己嘅性格咧，嘅強弱項，同埋原來可以就住翻即係我 MBTI 裏邊嘅性格每一個特點咧，都可以加強或者可以轉化翻佢個能力，同埋喺生活上面可以用唔同嘅方法去面對翻我哋日常嘅生活嘅問題啊。其實最大嘅問題，我覺得成日都係同人溝通嘅問題啊，發覺咁就都又要了解自己啦，又要了解人哋啦，同埋可能個表達嘅方法啊，各樣啊，同埋點樣去處事啊，呢啲咧都係即係了解咗自己之後，就能夠去即係去睇嘢睇得闊啲，或者褪後啲去睇啊。我都會同我啲朋友去推介嘅，因為咧一路我哋平時啲出嚟食飯啦，各樣其實都係講好多啲職場同人溝通同或者處事遇到好多問題嘅。我諗上完呢個堂之後，我相信絕對可以幫到佢哋。